自2024年6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永远的大祭司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希伯来书第7章第19到28节。这位麦基洗德是撒冷王，嘛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亚伯拉罕杀死遐王转来的时，麦基洗德有甲伊迎接，搁甲伊祝福。亚伯拉罕有将伊所得到的1/10分予伊。第一，麦基洗德这个名的意思是正义的王，伊阁是撒冷王，就是和平王。伊无爸无母，无世系，无出世的日子，嘛无生命的结束。伊甲上帝囝同款，伊继续做大祭司直到永远。恁看，这人偌伟大！先祖亚伯拉罕就将战利品的1/10献予伊。有担当祭司职的利未的子孙，虽然甲其他以色列人民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偏偏是兄弟，还佫奉命令照律法对人民收10%。麦基洗德毋是属利未的世系，毋过伊有对亚伯拉罕接受10%，搁甲得到上帝应允的亚伯拉罕祝福。世受时大祝福是理所当然。一方面，这会受10%的，拢是未死的人；另外一方面，迄位受10%的，圣经有证实伊还得活。安尼嘛通讲，对人受10%的利未已经通过亚伯拉罕对麦基洗德纳10%，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，利未还伫伊的先祖亚伯拉罕的身躯内。以色列人的律法是根据利未的祭司制度颁发的。这个制度若会当予人完全，哪有需要毋是照阿伦的班次，是照麦基洗德班次设立的另外一个祭司。既然祭司制度改变，律法嘛着改变，因为这事所指迄位是属别的支族，这个支族毋捌有人伫这段前侍奉。咱的主明明是犹大支族的子孙，关系这个支族，摩西毋捌提起祭司的事。我伫讲的，互代志搁较清楚。有另外一位亲像麦基洗德的祭司已经出现。伊做祭司毋是根据人的条例规则，是根据袂毁灭的活命的权能。因为圣经有安尼做证，照麦基洗德的班次，你永远做祭司。一方面，旧的条例因为无力无路用，煞受废无。因为摩西的律法，什么代志都无法度成全。另外一方面，有一个较好的愿望已经准备好势，互咱通过这个愿望亲近上帝。搁这个愿望有经过宣誓，利未系统的祭司受设立无经过宣誓，只有这个耶稣做祭司的时有经过宣誓。伊的上帝对伊讲：主宣誓，袂改变心意，你永远做祭司。就是因为安尼，耶稣成做搁较好的约的保证。
入味系统的祭司有真多，因为死会阻碍因袂当继续做。只有耶稣毋免将祭司职交予别人，因为伊永远活着。安尼，通过伊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伊袂当救因到底，因为伊永远活着，在替因祈祷。即款大祭司拄拄合咱的需要，伊圣洁，无邪恶，无拉残，对罪人中受分别出来，高升到比天较悬。伊无需要亲像其他的大祭司，逐日着先为着家己，后来为着人民的罪献祭。伊献本身做祭，一遍就完成。摩西的律法任命无完全的人做大祭司，毋过有律法以后，上帝用咒诅任命伊的囝，永远做完全的大祭司。永远的大祭司，祭司伫以色列人的信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因代替人民献祭，搁替人民侍奉上帝。这是制度和职责来自摩西法律的规定，搁规范严格，只有利未家族体系才是受竞选的，世代承袭祭司的职责。任何人干犯，拢为防处死。对以色读者来讲，这是因所熟知的。总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列举一个特例：至关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。作者甲咱讲，麦基洗德是至关上帝的祭司。伊名的意思是正义的王、和平的王。伊的家世背景是无记爸母、无世系族谱，也无生死会的记载。安尼神秘的祭司，作者要特别强调伊甲上帝的囝同类，永远做祭司。当当年亚伯拉罕对战场拍赢转来，记着麦基洗德，就对战利品中取1/10送予伊。担任祭司的利未家孙，是按照法律的规定，向以色列人民收取10%做礼物。可是麦基洗德无属伫利未的世系，伊却对亚伯拉罕收取10%，搁为领受上帝应允的亚伯拉罕祝福。利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安尼通看见麦基洗德明显比利未人搁较优秀，而且利未人会死亡，毋过麦基洗德却是活着。麦基洗德是永远的祭司，若是耶稣，拄好是依照麦基洗德的祭司制度，永远做祭司。摩西的法律之所以受废杀，是因为伊失去功能。照着上帝的誓言，成做祭司的耶稣，毋是属利未支族的后裔，是属伫犹大支族，搁成做上伟大的祭司。伊毋是依照摩西法律的传承来的，是上帝直接差派来到这个世界，将家己的性命献上来担当人类的罪，一举就全成功。耶稣为着世间人的罪献上性命，为着要互信伊的人成做圣洁、无瑕疵，转来到上帝面前，甲上帝和好。上帝因为人愿意信靠耶稣，真心悔改认罪，赦免人。咱既然望上帝赦免，应当存谦卑的心，过敬虔的信仰生活，应当珍惜主耶稣的同家恩典。
活出得救赎的新生命内涵，活出圣洁的样式，伫生活中积极做美好的见证，互顶头生的性命诚侪别人的祝福，互人同享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救恩。拄亲像保罗讲的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互上帝做活我的祭，是圣洁伊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合宜的敬拜，毋通互世俗同化，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，甚至得到更新，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、看做好、佮完全的旨意。默想，今仔日基督徒还需要伫生活中扮演祭司的角色无？若是需要，迄是什么款的角色？咱来祈祷，主美怜悯的上帝，感谢你为世间人有比永生的救恩。我要伫你的救赎中活出新生命的样式，见证荣耀你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